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阿强的解放军昨来进行着最后一天环台湾岛的军事演习。为昨早起的6点到昨尾6点为止，咱的国防部侦测到阿强的军机是91只，打破着单日上悬的纪录。阿强这届的演习上届受到注目的就是中国的航舰山东号伫太平洋来演习。歼15个战机是第一届飞入咱的东南防空识别区，加上海空的兵力多点来执法，有人是真担心讲阿强唔免用飞弹就会当封锁台湾。也毋过国内的专家来指出，中国的航舰伫东部外海来出现，虽然是新的威胁，但是暂时会当发挥的效益有限。讲台湾都要善用地缘的条件甲科技的优势，才会当以小博大，以这仔鱼来钓大鯛。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伫昨宣布讲，3架宽带战备警巡甲演习结束，佮伫网络发布伊的影片。公布统计，昨早起6点到暗时6点为止，总共侦测到中共军机91架次，打破共机2台一天上悬的纪录。其中包括山东号的军舰歼15型战斗机，这摆军演的焦点就是中国头一台自制航舰山东号，头一摆伫台湾的东部外海太平洋训练，而且舰顶战斗机多处的起降，头一摆飞入防空识别区。中共的这航舰，它所扮演的是一个所谓颠倒正面，也就是传统上中共会是从台湾西岸过来，那它现在拥有这个航舰，还有就是075的37攻击舰等等的，就可以颠倒战场的正面，可以进行西岸跟东岸的夹击，这是一个新的威胁。中国这摆军事演习海陆空执法，有人烦恼讲强军唔免用飞弹就会使封锁台湾。专家讲，台湾东部的水域是深水区，不离中共的航舰，战争的时发挥效益恐惊真有限。国防部目前已经在大力强化的这防空飞弹跟反舰飞弹，这样子可以阻绝敌方的航空器跟船舰靠近台湾。第二个就是潜舰了，在今年底我们的国造潜舰，就是可以下水，那未来就可以发挥很好的反制效果，包括反封锁。演习期间，咱国军方甲中国军舰对话嘛公开。中国的军事演习引起大家紧张，刘辉嘛谴责讲中国这款无理性的军事行为，严重影响到台海甲印太地区的和平甲稳定。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